內險股就過去呢兩個零三個月啦，基本上都仲係比較落後嘅咁，因為大家都仲係擔心佢哋本身個基本面啊或者業績面嗰個嘅問題。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有啲龍頭嘅險企出到嚟第一季度業績，真係見到個新業務價值有一個雙位數字嘅即係增長比起舊年嘅下半年嚟講，亦都係有個好大嘅改善咧。咁似乎反映翻就話內地壽險個市場咧見咗個底啦。咁當然你話如果佢哋推嗰啲產品咧，好多都係集中喺一啲比較即係中短年期啦，啲理財相關或者啲儲蓄相關嘅一啲產品為主。咁你話同過去嗰幾年不斷係 sell 緊一啲即係健康險或者啲危疾保險一啲比較高毛利嘅保單咧，係爭啲嘅。如果你計嗰個即係叫新業務嘅價值率或者利潤率方面咧，咁係有所不及。咁但係而家就靠個量咯。就算係每張單賺嘅錢冇以前咁多，咁但係佢哋唯有就可能sell 多啲單啦。咁呢方面都係叫做彌補到嗰個損失亦都可能因為舊年個基數比較低嘅關係啦。咁所以都預期今年啲險企喺嗰個 MBV 方面啦會錄得翻一個正增長。咁再加埋嗰個股市表現咁亦都喺第一季嚟講，自己咪 A 股方面咧，就比舊年嚟講係有翻個改善啦。咁所以見到啲險企應該預咗今年第一季其中一個嘅盈利能夠超標完成嗰個嘅原因咧，就係嚟自嗰個投資收益有翻一個增加。咁當然同埋最緊要就話呢一類型嘅股份咧，喺嗰個估值嘅層面啦，無論你計 PE 又好你計一個即係P to EV 啦即係計嗰個內含值嗰個比率咧，其實仍然都仲係相當之低嘅。咁如果你話真係炒央企估值重估或者個估值慢慢要有翻個上調咧，咁我相信呢個 sector 咧都仲係有一個空間。咁所以我都同意如果你話係一個中短線嘅部署嚟講咧，內險股仍然都有一個即係追落後嗰個概念喺度咯。